美国国务卿麦克彭佩奥表示，中国对维吾尔土耳其人的镇压政策违反了国际规范。中国继续其在东突厥斯坦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的行动，包括有关强迫失踪的可靠报道。我在此呼吁中国终止这次违反国际规范及其法律的压迫性策略。彭佩奥说，人权观察报告指出，特别是最近2年，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以预防性警察措施的名义进行大规模集体拘留，大量的无辜群众被当局视为政治上有危险，并被逮捕或失踪。中国情报机构利用人力资源和职业网络招募前政府官员以及私营部门业界人士及学者从事间谍活动。据《纽约时报》报道，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许多西方国家情报部门已注意到中国特工利用社群媒体吸收人才的情况。该报道说，中国情报机构利用约6.45亿个用户的人力资源和职业网络从事间谍和招募活动。中国情报部门正在广泛利用该网络与前政府官员和私营部门业界人士取得联系。美国正在监测俄罗斯占领的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地区行政边界线附近军事集结的报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古斯在他的官方推特上发表声明，他说：“我们正在监测俄罗斯占领的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地区行政边界线附近军事集结的报告。我们呼吁俄罗斯联邦利用所有可用渠道，防止沿边境线进一步升级局势。我们呼吁各方避免升级，并呼吁俄罗斯联邦利用所有可用渠道，防止边境线局势进一步升级。”他补充道。中国当局星期五拒绝给《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王春涵延长工作签证。《华尔街日报》母公司道琼斯的一名发言人中证实说，王春涵的工作续签已遭拒绝，并表示他们将继续了解此事。几个星期前，《华尔街日报》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位表亲的报道。当时，中国外交部官员就曾警告《华尔街日报》说，刊登这篇报道将会引起严重后果。王春涵是新加坡公民，从2014年起担任驻北京记者，他的签证星期五到期。在俄罗斯战机和阿萨德部队爆炸后，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离开了他们的家园和地方，并到达了巴比尔夏娃边境门。难民群举行抗议，试图进入土耳其，他们之间声称有大量的吉哈德分子。土耳其安全部队向空中开火，以阻止叙利亚人踢过边境。出于安全目的，土区另一个边境口吉勒外贵最边境大门已被关闭。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已宣布，飓风多利安预计将在几天内袭击佛罗里达州，已被提升至第3类，其速度为每小时185公里，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联邦官员和佛罗里达州官员分享有关飓风的所有准备工作的信息，呼吁公民不要离开安全的地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取消了周末对波兰的访问，并决定留在首都华盛顿，以跟踪与飓风有关的事态发展。